嗱，今日咧就係2025年最後一日啦，12月31號。咁倒數咧就到而家，距離2026年仲有3個半鐘左右。咁啊，今晚咧最好倒數啦，同埋即係靜心諗下2025年啊，過去一年做嘅嘢有啲咩好與唔好嘅地方。咁來年咧就有一個調整嘅空間啊。咁希望來年咧就更加好啦，經濟蓬勃啲啦，都係籠統啲講啊，世界和平係嘛，繁榮昌盛咁啊最好啦。咁啊，打仗就要停嘅，就應該要停落嚟就要停啊，唔好再勞民傷財啦。咁呢個係今年最後一次嘅廣播啦，我哋可以講下啲世界性嘅嘢咯。嗱，喺今日晏晝咧見到一個新聞，就係關於印度已經超越咗日本，成為全球第4大嘅經濟體。咁我啱啱去完旅行喺日本翻嚟啦，其實而家日本咧嗰個消費，即係比起香港嚟講咧係平咗一截嘅。甚至乎咧有啲產品啊，譬如講個 Daiso 12蚊店嗰啲100 yen 嚟講咧，對港幣都係5蚊，咁啊加埋消費稅啦，即係81 yen 都係5個半銀錢，即係比起香港12蚊店咧平一半又多添。嗱，普遍咧食飯啊，各種民生嘅消費，即係撇除咩奢侈品啊好特別嘅嘢之外咧，基本上呢個消費都係比香港平嘅。咁啊以往認知咧，日本都係世界第4大經濟體啊嘛，而家已經俾呢個印度超越咗。嗱，呢啲經濟體點樣計咧？主要都係計嗰個生產總值嘅 GDP。咁印度官方嘅數據咧，嗱唔知有冇水分啦。咁佢就話國內生產總值咧已經去到4.18萬億嘅美元咯。嗱，雖然咧世界銀行同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咧都未確認排名變化，但係印度經濟體咧而家係淨係高速增長。第二季 GDP 咧已經增長8.2%，創咗呢個6個季度嘅新高。而且咧，印度央行啊已經係就呢個本年經濟增長預測上調至呢個7.3%。咁換句話講咧，睇數據嚟計啊，超越日本咧幾時嘅問題嘅啫。嗱，所謂個基數低咧，你個空間自然大噶啦。咁你不嬲都有翻咁上下基數嘅，你個增長就自然會 percentage 會比較慢啲唔會咁高噶啦。嗱，而家印度當局估計咧，明年2026年經濟增長依然會保持高速嘅。即係相等於以前90年代中國國內嗰個增長咁樣啫。咁你往時係1000蚊人工，而家係升到7000蚊，咁咪700%咯。即係呢個數係咁樣得嚟噶嘛。咁如果你本身1萬蚊升到7萬蚊就冇乜可能嘅事，升到15,000蚊，咁個 percentage 咪比較低咯。嗱，同時間咧，即係人工啊、人力物力成本低咧，就都好着數嘅。而家係高增長低通脹嘅黃金時間，咁預料咧3年之內會取代德國添，成為世界第3大經濟體。嗱，第一大係邊度咧？美國啦，第二大係中國啦，咁第3大就已經到德國噶啦。所謂美洲、亞洲同埋歐洲各據一席位。咁啊，最值得留意就係官方嗰個數據咧，係以2026年發佈嘅年度 GDP 為準嘅。嗱，若果計人口嚟講，印度咧喺2023年已經超過中國噶啦，成為全球人口最多嘅國家。咁當然啦，印度即係我哋成日都認為係發展中嘅國家啦，或者甚至乎以前講係第3世界國家添。但無論呢個文明嘅程度啊、人民嗰個生活啊、衛生嘅水平啊，各樣嘢咧，都好似同呢個已發展嘅國家咧有啲距離咁喎。即係假如你俾我揀去旅行，我都唔會優先諗去印度啦。即係嗰個排序都唔係話排咁前啦，係咪啊？嗱，根據世界銀行嘅最新數據，印度去年嘅人均 GDP為2694蚊美金，咁而日本人咧人均有3.25萬嘅美金，即係話咧1/12㗎咋。咁德國人咧人均就有5.61萬美金，即係等於德國嘅1/20。嗱，我哋中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，即係從呢個80、90年代啦，經濟起飛一路發展即係成熟嘅階段咧，咁你可以睇到個勢頭啊，如果一路保持良好嘅條件嘅話，印度咧個目標係2047年之前躋身中高收入國家嘅行列啦。咁印度嘅增長咧，即係佢未發展嘅時間咧，就好多唔同嘅空間、唔同嘅行業都可以發大嚟做啊嘛。嗱，呢樣就取決於創造高質量嘅就業機會嘅能力啦。譬如唔同嘅工業會搬去印度啦，唔同嘅車廠喺度做緊車添啦，已經 Suzuki 啊，或者有啲車廠已經好早喺嗰邊做緊生產基地啊。甚或乎其他嘅工業項目咧，都可以喺一個現時比較低工資水平嘅地方咧去進行。咁呢啲職位咧能夠有效咁吸納不斷增長嘅勞動力，實現可以包容性同埋可持續性嘅增長，呢個先係重點嚟嘅。嗱，投資方面咧，印度有2個交易所啦，咁國家證券交易所同埋孟買證券交易所嘅。
咁呢啲證券啊、投資啊呢啲嘢就唔係好知道點樣運作㗎啦。即係你話港股自己都唔識啦，咁有啲人就炒美股啊，好叻啊。即係我諗佢都係半桶水嘅啫，即係賺到錢咪當自己係一個專家咁咯，係嘛？咁啊當然啦，金融市場亦都係每個國家好重要嘅一個市場之一嚟嘅。嗱，咁啊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啦，傳下即係以前就話啊啲生產基地去晒越南啊、印度、柬埔寨呢啲咁嘅地方，咁你見到佢哋發展咧都非常之迅速嘅。可能咧2026年打後啊，就會有市場一番新嘅景象啦。咁啊，希望開拓多啲唔同嘅渠道啦、唔同嘅方案啦，令到呢個世界係更加進步、更加美好啦。咁喺呢個2026年未嚟到之前咧，都祝大家新年快樂啦，身體健康，工作順利啦。咁鍾意我哋嘅廣播咧，記得就要俾個 like， 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嘅廣播嘅時候就會即刻收到通知。咁啊，分享埋俾朋友啦。咁啊，等我哋呢1-2年間啊，都有400幾條片啊。希望公餘嘅時間咧，都繼續可以錄下呢個廣播啊，練下自己嘅口才啊，同埋分享下自己嘅想法。咁啊，有啲咩意見咧，都可以留低你嘅留言，等我哋都可以一齊進步。好啦，再一次希望大家都新年快樂。